咁我最中意就係呢個馬到功成嘅攤位啦，我好開心可以認識非華語學生嘅習俗。咁我都中意編夢手繩，因為我覺得編織手繩係好鍛鍊我哋嘅手眼協調同埋耐心，而我覺得鍛鍊耐心可以對之後嘅挑戰好有幫助。咁我最中意嘅就係課外活動啦，就好似有校隊、興趣班等等。咁我都係和順嘅花式跳繩隊啦。咁我之前仲去過台灣比賽，係一個對我嚟講好深刻嘅經驗。專題研習中，我最中意嘅活動就係同同學一齊認識中國嘅名勝，從兵馬俑到莫高窟。除咗歷史同地理，仲會透過故事劇場，把茶馬古道嘅故事同大家一齊分享。合作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嗰條溝通嘅橋梁。呢條橋梁搭得好嘅話咧，其實就讓到我哋家長們更加清楚學校嘅方向啦，老師嘅教學嘅層面係去到邊個位置啦。咁而老師們亦都可以從我哋身上面知道個小朋友嘅個性，咁令到成件事相得益彰，可以喺小朋友得到老師啦同埋家長們嘅一啲滋潤之下，快樂咁成長。我哋家教會其實咧參與咗聚寶閣啦一個小攤位遊戲，咁就傳承呢個嘅中華文化嘅。咁另外咧就係咧就製作咗一啲冰糖葫蘆，用新鮮嘅水果染上糖漿，跟住就 share 俾一啲小朋友啦，就等佢哋分享下佢哋嘅開心。今日咧係好熱鬧啊，因為見到有唔同嘅單位遊戲啦，當中咧亦都有變臉嘅體驗喎。咁我見到咧同學都好投入咁樣去參與。喺我哋嘅數碼運動場同埋籃球場呢，亦都設置咗咧唔同嘅傳統嘅手工藝啦，甚至有一啲嘅民間小食喎。同學可以邊玩邊學，我哋從而可以推動我哋嘅中華文化同埋藝術嘅體驗。我諗咧最特別就係我哋由一間小學嘅校舍可以搬遷到一間嘅中學嘅校舍喎，比我哋而家現時嘅學校咧係大2倍啦。而喺特別室嘅設置裏面，亦都有13間。其實我哋亦都會分階段做一啲嘅裝修嘅工作。我哋會有探索嘅遊樂園啦、虛擬嘅實驗室啦，甚至設備完善嘅圖書館。希望學生亦都係抱住邊學邊玩嘅信念，繼續去享受我哋嘅校園生活。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期待住新校舍嘅嚟臨嘅。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耶！